西景头来高雄轻铁伫今年小接起来，正做一个圆。因若对2月26开始是用里程来算票，根据统计呢，和去年同时间比起来，今年3月平均呢一天的运量有增加7.5%，也毋过呢，这补票率却是增加20倍。高雄捷运即摆就提醒民众，要去坐时阵爱记哩路卡，若路卡记伫柜台入站、出站拢爱录。 我下我忘了刷。对，所以你刚刚刷那个是下，他以为你在内站出站了。这一届落车袂记哩路卡，拄着补票的客早，都爱摕现金来补票。这个为马来西亚来的游客，带囡仔4个老老的，对高雄轻铁收费方式也无啥清楚。外地来的就没有很熟悉这样的东西，而且也没有很就是有说明书应该是怎样的，所以就有一点点乱。来到41，真爱买头站。 客早人员随机上车，就拄到袂少民众因为赶要上车，袂记哩入月台就爱入卡，拢爱补一抓上悬的价小35块。你们冲上车，我来不及刷，可以补掉。哦，那你就直接先补35块现金。刚好上车来不及买。哦，你也买没有啊？对。好，那你也是一样35元。高雄轻铁今年元旦路线专线通车，专线38个站要费试坐，到2月26才开始采里程数来算钱。 根据高雄捷运公司的统计，2月份客早补票的比率是0.19%，甲去年补票的比率上悬12月份的0.17%差不多。不过今年3月份正常收费了后，平均日运量甲去年同期来比增加7.5%，补票的比率嘛加悬到19.8倍。爱判条条，所以讲就会记的。 哎，你也无拍的，就会记的。可能就是以为说我们在车厢内还有这个刷卡机的部分可以进行刷卡，所以才会忘记就是在月台这边就进行刷卡的动作。有民众表示，伫月台路卡机甲边仔电箱伤过活，无好辨识。高雄捷运公司表示，会加强宣导甲客早。另外嘛有民代反映讲，今年拢总发生13件汽机车甲轻铁列车相会，或者是无设置走入去轨道的事故。 这个标示无够清楚，高雄市交通局表示，针对大顺路段危险或者是转弯的所在，会加强涂骹温色甲乌色涉水的标示，嘛会向工务局反映，改善照明甲反光的标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